我对你说这些，不是想让你感激小薇，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女儿再受你的欺负，受你的冤枉。现在，你可以做一个明白鬼。庆夫人，我欠小薇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只能以命相还。请你动手吧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……我应该在南海龙族是吗？夫人，你为了小薇，私离狐族，现在又要枉杀人命，违背宪律吗？夫人，你不能一错再错了。跟我来。你知道小薇的事了。等我把小薇的事了了，我就跟你回去。任杀、任罚由你做主，我绝无二言。那么这么说，你还是要去杀王英？你忘记自己的身份了？身为狐族族长夫人，妄杀人类，罔顾族规宪律，会被仙界惩罚的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带你回狐族。以前的事情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以后你也不要再提了。不帮小薇渡过天劫，我绝不回去。为了那只孽狐，愿放弃族长夫人的身份，放弃我。小薇不是孽狐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唯一的女儿。1000年前，我为了照顾自己的颜面，为了打理狐族，一时疏忽，令小薇受伤，致使她飘落人间，孤苦无依，才会陷入情劫。是我对不起我的女儿，我宁可不当狐族夫人，我也要在她的身边。对不起，夫君，请你原谅青儿。好吧，你去救你的女儿吧。夫人，您真的不跟族长回去？无论是人还是妖灵，总会有情感，总会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东西，必然会有取舍，必定会取一个，舍去另一个。那夫人还要杀王英吗？夫人如果还没想好，就别杀了。我担心姐姐爱王英太深，反而会弄巧成拙，玉石俱焚，就麻烦了。我担心的也是这些。要不是突然来了一大群妖兵作祟，姐姐不会这么快就暴露身份。说不定李靖现在早就自动献出金黄心窍了。夫人，那些妖兵是什么来头？您知道吗？为何不惧金刀？那些妖兵是司徒修炼的幻影妖师，司徒曾经答应过我，要帮我取得金黄心窍。这么说，那些妖兵算是夫人派来的？青妹，大驾光临，
怎么也不知会师兄一声，让我好有个准备？你说你操练妖兵是为了抓李靖，可是抓李靖用得着这么多妖兵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青妹这么晚来，就是为了问此事吗？你利用我，窃取噬天诀，为的是提升你自己的妖力。你的目的何在？金黄心窍对你到底有何用？我说青妹，你好大的妄性啊！我不是已经说过，我想要通天的权势。当然，我这么做也算是帮了你一把。青妹，你何必如此生气呀？王后到。你派的妖兵去了这么久，到底有没有李靖的消息？我告诉你，我王二的身体已经开始解冻了。你承诺的金黄心窍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兑现？好你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，竟然敢利用我！等我帮小薇渡劫之后，再来找你算账。王后，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才对啊。这样，我这就随王后前去，先施法保住大王子的肉身妖技。请。夫人，怎么样？不要再跟我提司徒，我和这个人已经恩断义绝，看来只有靠我们自己去救小薇了。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为王英补这件小薇做的衣服，王英不见得会领你的情。要我说，你应该趁小薇不在，赶快令王校尉回心转意，忘掉小薇，得到王校尉的心才是最重要的。虽然这件衣服是小薇做的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大哥很喜欢这件衣服。等我缝补好了再送给大哥，兴许能够向大哥证明，我也能够像小薇一样照顾他呀。小姐，你这么想补这件衣服，那就试试吧。只是我担心，小薇一日不死，定会卷土重来，到时候她又会把王校尉的心给勾了去。小姐，你可要抓紧时间啊！大哥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，还没有洗漱吧？我去帮你打水洗漱。三妹，我怎么可以让你做这些呢？你这不是折煞大哥吗？反正我也没事，我要学着试试照顾大哥的起居。你真的用不着操心这些事情。就算你不是公主，你也不应该来照顾我的。这有什么的？以前都是大哥照顾我的呀，我来照顾大哥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三妹，真的不用委屈自己。你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。而且，能够照顾大哥是静儿的心愿，大哥难道不喜欢吗？不是。大哥，最近天气变凉了，你每天都在军营忙碌到很晚，我怕你受凉，所以特地给你缝好了衣服，你试试看如何？真的不用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大哥，你看，静儿好不容易才缝好的，你就试试看嘛。好。这件衣服不是小薇做的那件吗？哦，这个也是静儿做的。以前那件呢，既然大哥都已经撕破了，那就已经过去了。现在这件呢，是静儿特地为大哥缝好的，是静儿做的。只是静儿不太擅长女工，针脚粗了一些，也不知道合不合身。大哥，你不要嫌弃啊。大哥，静儿给你试试吧。不用了，衣服既然破了，就把它扔了吧。
不用这么麻烦。大哥，你在乎的只是这件衣服吗？衣服破了可以扔掉，可是人呢？你心里面的那个人，扔掉他了吗？小薇是妖，你明明知道的，人妖殊途。既然他都已经不在了，你心里为何还是放不下他呢？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大哥，静儿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就看不到吗？你就不能看看我的心吗？静儿，你为他委屈到这种地步，竟然还喜欢他。少主，万奴会有办法支开王英，你便可以趁机得到金皇公主。为什么？只因为我是之妖，你就不肯相信？你我明明两情相悦，难道是人是妖，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果然如夫人所料，姐姐在这里。彩雀，你走吧，别再跟着我了。走，走去哪里？我是绝对不会离开姐姐的。红尘俗世，你和庞郎去找一个没有人知道你是妖的地方，离开这里，好好过日子吧。我会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我答应过夫人要照顾姐姐，帮助姐姐度过血月之劫。你已经帮我够多的了，如果当初不是你把我救出寒冰地狱，恐怕我再也见不到王大哥了。如果当初我知道姐姐会这么痛，那我情愿没有救过你。有其因，必有其果。即使我和王大哥没有结果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彩雀，你不必担心我，安心走吧。姐姐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？就在寒冰地狱。当时你也像现在一样，冷冷的拒绝我，要我离开。那个时候我没有走，是因为我要对夫人报恩。而今天，我更加不会独自留你一个人，因为我早就在心里把你当成亲姐姐看待。彩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，而且我也很开心，有你这样一个好妹妹。所以，我更不希望因为我的事情而连累到你。你的庞郎跟王大哥不一样，他爱你，信你，为你付出一切来保护你。这么难得的感情，你一定好好的珍惜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我与庞郎有情，但我与姐姐也有情。事情未了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其实想让我离开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只要姐姐你能够选择浮生大人，那我便能心无牵挂和庞大哥离开了。对了，姐姐，那个护花食神去哪儿了？他去帮我找寻躲避血月之劫的办法。浮生大人对姐姐真是体贴。如果姐姐能够爱上他就好了。可我爱的是王英。小伟，最近兄弟们训练的成果很显著啊，已经不像是刚来时候的新兵了。你老家哪儿的呀？老家山东的。山东，够远的。是啊，好几千里地呢。哎，哥几个啊，
我问你们，你们谁见过神仙？没有，你见过吗？不见过。没有。不过我见过活神仙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家乡深山竹林里有一位巫师，他可真是活神仙，懂得人间奇术，可治百病，特别是妖毒。真的假的？有那么神吗？那当然了。我们村里那个中了妖毒的老大哥，一到月圆之夜，哎，这全身上下就长满了鱼鳞啊！哎呦，夜里村口的小河里，经常会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。有人看见他变成了一条鱼，在里面游泳呢。不会吧？后来呢？后来怎么了？后来，他家人带他去找那个巫医，你猜怎么着？神了，2副药全好了。哎呦，是吗？这么神？那当然了。这位兄弟，王小伟，几位先休息。王小伟，你过来一下。王小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刚说的巫医他在哪里？真的可以包治百病吗？是啊，王小伟，那巫医可厉害了，死人都能救活。哦，对了，他就住在西边不远的竹林里，也就1日1夜的路程。不过王小伟，这巫医脾气古怪，平时不喜欢人打扰。有时候去的人多了吧，反倒是见不着他。我明白了，谢谢。好，王小伟客气。我听人说西山有个巫医，懂得奇术，也许能治好你的妖咒。我这就去把他请过来，帮你诊治。大哥，我不想你再为我涉险了，多半又是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。上次去巫神山的事，到现在我还心有余悸。如今，我也不抱什么指望了。治不好就治不好吧，我宁愿容貌毁尽，永远戴着面具。彩雀，你在哪里？发什么愣啊，在这儿，整天对着个破绳子，亏你还是除妖师呢。对个妖神魂颠倒的，你不觉得丢人？我还觉得颜面无光呢。亏你祖上13代都是除妖师。那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会看着办，不用师姐担心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是我师弟，我能看着你神魂颠倒、鬼迷心窍吗？我没有鬼迷心窍，我很清醒，我就喜欢彩雀。我不准你喜欢，我告诉你，趁早忘了那个小妖精，他再来找你的话，你一刀两断。我没让你亲手杀了他，够仁至义尽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对他赶尽杀绝？他不是恶妖，他是好妖。妖没有好坏之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妖都是害人的。你之前不也总说小维善良，现在也原形毕露了，四处害人的狐妖。说不定彩雀也四处害人呢，没让你知道罢了。你有没有亲眼看到他们害人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之前在李府，他们没有害咱们不说，还帮过我们很多忙，即便无恩，也有情谊在。而且，就算他们真的要害咱们两个半吊子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。行啊，还会帮他们说话了。
你忘了我爹你师傅的教训了？啊，要不是他当年心慈手软，能被妖所害吗？你让我怎么相信妖有好坏之分啊？师姐，我向你保证，彩菊真的没有害过人。你瞎保证什么呀？你是除妖师，你的任务就是除尽天下所有的妖。我告诉你，我跟妖势不两立。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就是违背师训，背叛我爹。我这个师姐可以把你逐出师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郑副卫，郑副卫，小姐请你去一趟。静儿她怎么了？王校尉这次出门巡医，有意不带小姐，兴许也是没有把握治好小姐吧。王校尉也真是的，每次都说要帮助小姐去除脸上的妖印，可是每次都不愿意多看小姐几眼，总是匆匆的来，匆匆的走，害得小姐心里难过。静儿是不是心情又不好了？带我去看看。王校尉如此待小姐，小姐心情怎么能够好呢？王校尉虽然嘴上说不在乎小姐脸上的妖印，但是他心里肯定还是挺在意的。真是难为小姐对他一片痴心。郑副卫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在意小姐脸上的妖印吗？我当然不在意，在我的眼里，静儿永远是完美无瑕的。郑副卫，你可真好，比王校尉体贴多了。是好是坏，是静儿自己的事，用不着你来插手。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就好了。小姐待我恩重如山，我当然要为小姐多做考虑，希望她能有个好的归宿。郑副卫，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也是一心为小姐好。我怕小姐忧思过度，所以在房中点了熏香，用于舒缓心神。既然郑副卫来了，可要好生安慰小姐，别再让她伤心难过了。郑副卫，不是也喜欢小姐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我跟你非亲非故，我也未曾帮过你，你凭什么帮我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福渠真心觉得郑副卫要比王校尉更适合小姐。王校尉不珍惜眼前人，难道郑副卫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投入别人的怀抱，还要受尽委屈吗？当然了，福渠也不是完全没有私心。福渠是个孤苦的女子，也是在为自己做打算，想着日后若是小姐终身有靠，成了郑夫人，我也能在身边伺候着，也算是我的希望啊。这个丫头来历不明，很是古怪。不过她既然肯帮我，或许趁此机会，我可以得到静儿。哼，我不怕她暗中搞鬼。也不知道大哥怎么样了，夜间赶路，有没有落脚之处？你不用担心，王大哥武艺高强，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静儿，这一处已是无期之子，你要这样下的话，可吃亏了。哎呀，你不说我都没有看到。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总觉得头好沉呢。要不先休息一会儿吧？也好。小心，过去躺一会儿吧。
其实你有妖液，也一样很美。我体内也有妖性，我们正好般配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。大哥，你的心里竟然还记挂着他，他对你三心二意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难道你都感觉不到吗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难道是这香？可恶！大哥，你别走。郑大哥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？你是不舒服吗？我刚才出去巡逻的时候，遇到妖了。什么？遇到妖？在哪儿呢？让他给跑了。只是，好像我中了妖法。什么中了妖法？那你没事吧？要不我扶你回去看一下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回去休息吧。郑大哥，你内心狂乱，而且毫无章法，可是又不像是中毒之象。哦，也许是刚才追妖的时候走得太急了，没事就好。郑大哥，你也是，你怎么一个人去呢？下次捉妖的时候叫上我，你要是有危险可怎么办啊？那我们会担心的。我刚才见到那妖出现，一时冲动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只想能尽快抓住那个妖，那军中的兄弟也就不必再担惊受怕。郑大哥，你不能老顾及着兄弟们呀，也要顾及自己。你看没看清那妖长什么样啊？会不会是小维？唉，可惜啊，我没看清楚那个妖长什么样子。应该就是那个白衣的弯心妖。又是那个不知死活的妖，不管是不是小维姐妹俩，反正妖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都是欠杀欠死的。别让我碰到他们，再碰到他们，我毁了他的妖灵，让他魂飞魄散。你连妖都分辨不了，还嚷着要杀妖，活该被我骗。郑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郑大哥，我没事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没事。郑大哥，你好像很严重的样子，要不再给你把下脉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啊，你没关系吧？我看你好像很严重啊，郑大哥，郑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撤！撤！应该就是这里呀。
你怎么了？糟了，王大哥好像有危险。王大哥有危险吗？放开我！不行，我答应过夫人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事。我也不能让他有事。别管我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姐姐，难道你忘了，你今天是靠福生大人渡给你灵力才能勉强维持？如今你法力有限，已经是自顾不暇了，别说去救王英了，恐怕连自己的命都搭上。我不怕死，只怕连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都没有了。你别再拦着我，否则我就不顾姐妹之情了。哎，得赶紧告诉夫人。青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要不是彩雀来找我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不是说要杀了他吗？为什么又要来帮我？小薇，为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为了自己的私利，让你遭受了千年的情劫。你现在长大了，我知道。我不能每件事情都管着你，你也不可能事事如我的意。可是，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只要你幸福快乐，就算是执迷，为娘也会守在你的身边，永远陪着你。我知道，王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理由。可是对于为娘来讲，你何尝不是为娘在这个世上存在的理由？我只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爱你的，不单单是王英。娘。好好珍惜你自己。王英谢过青夫人救命之恩。是我女儿救了你，你为什么不谢她？小薇，我该怎么面对你呢？王大哥，你真的不爱小薇了吗？王大哥，只要你肯回头听小薇一句话，小薇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
我让你受伤难过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呢？是怕我再遇到危险吗？你无需对小薇有戒心。等送你平安回了李府，小薇自会离开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最近老是觉得不舒服。怎么搞的？这附近怎么有妖气？难道……你平安到了就好。小薇，先别急着走，要不进去休息一下吧。阿莲，小薇，小薇，够了，阿莲，小薇，小薇，你怎么样？小薇，小薇，原来是只狐妖啊！任凭再怎么伪装，还是露出了狐狸的尾巴。今天我要为军中死去的将士报仇，杀了你！不要！王大哥，他可是狐妖啊！不要杀他！你糊涂，我可不糊涂！不要！你是上一次救过我的那个人。小薇，啊！又让他逃跑了。你不要再救我了，没有用的。他看见了，从他恐惧的眼神中，我好像看见了当年的笙歌。原来沧海桑田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即使我付出的再多，在王大哥的心目中，我还是一个妖。愿赌服输，不要再问我徐真情。你是人是妖，亦或是蝼蚁杂草，在本尊眼里都是一样的。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。你补我一份灵力，便好你10分真气。我不想你这么做。想不想在于本尊。你是本尊的囚犯，我要你活，你便不能死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却长在我心里，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，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